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福气类的个节目。今日聊只单元，让大家来分享嘛，家咧，因为大家想下对你个社会制度，大家人对了只社会制度可能都有某样个角色，大家应该后辈可能都有一张你想到个故事。相信大家会知道，你对社会制度可能某样个人，比如讲像系介入，安样个人，你会知道，佢都做咪袂做，安样个一只幸福，安样一只角色咧，唔过可能有你唔知个事情，係想唔到个事情。今日绕墙到一只单位咧，特别对安样个有特别有负担，特别有幾多个責任，大家都分享啲咁嘅裏邊，幾多係馬莎咧，幾多係人生百味嘅共同創辦人吳然德分享。大家好，我是人生百味的阿德，然后我们是一个关注贫困议题的团队。欢迎阿德吼，分享阿德，大家都绕墙嘅係幾難愛嘅，你講同時哦，人生百味嘅老情誼分享。大家好，我係老情誼，我係新竹幫山人。分享。今日聊人嘅時間，我一開始係先看到情誼，我一看到情誼嘅時候，我就想說，哎呦嚇一跳，好多，這也太年輕了吧？會不會太年輕？阿德，你會覺得他太年輕？我就想說，那個情誼啊，你叫我想講啊，這麼暗黑，我上來想講，哎呀，剛有18歲嘛，摸，我動態的，我20歲嘞，是不是？年輕你嘞，22歲，好年輕，阿德還也很年輕。我大概27、28。哦，還是很年輕哦。對，這麼有特別講，就是因為呢，記得講幾多次嘛，一直關注貧窮議題的一個單位也好，組織也好，對，那大家講，這是什麼？要不要趕快跟我們分享一下，這是什麼？我們其實是一間公司，然後我們在想要讓大家去認識街友這個狀態，或者是更廣泛一點講，就是都市貧困的，就在街頭上的人，有街賣者啊，在街上賣口香糖、玉蘭花的人，在街上撿回收的人，那也有在街上流浪的人，所以我們其實希望，以前我們就跟他們都會看不見嘛，就是很容易看不到他們的存在。然後等我們一開始去做一些送餐的活動的時候，就發現說啊，這裡有一群人在這個地方，那我們就想要，就是說，大家如果都不了解他們，那很容易就對他們產生一些就是壓迫。那個東西就以前我沒有發現，就等我們開始認識他們的時候，發現說啊，原來他們很多沒辦法離開街頭這件事情，跟社會有關係，跟我們有關係。那所以這是我們在做工作的時候，我們就希望辦一些活動，讓大家去認識街友、街賣者，然後讓大家去改變自己的一些對於他們的互動跟行動的想法，這樣子。的確是這樣子哈。不過唐阿德陽講，大家一般來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一般的普羅大眾一開始的直覺或者是直接的想象，就會覺得，就像剛剛阿德講的。在街頭的那一群人，比如說像街友，或者是像街賣者，我們其實常常會不小心的去污名化，對不對？因為您剛剛說的嘛，是不是有安勇感一群人記得都社會嘅狗頭，你沒有看見，對，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去認識他們？但是他們為什麼？然後你說這個直接跟我們是有關係的，跟社會有關係的，這個觀點你怎麼看？像污名化這件事情，其實像我們都很多時候覺得努力很重要嘛，對，就是努力是很這種道德，對，應該要每個人都應該要做到。是，真的每個人都可以努力嘛？很多人都覺得街友可以呀，為什麼不行？因為很多人就會說你的存在，你走在扁頭蓋優，是不是因為你不努力？我們去了解一下你的故事，可能是因為你不努力，你為什麼不認真的去找一個工作？我講的是一個污名的概念，是不是？對。所以那時候我就問他們嘛，就是說為什麼你要好吃懶做，不在這邊工作，就不去工作，要喝酒？然後他就跟我說，我就沒有家人了，我要為了什麼而努力？就是對我來說，發現說啊，因為努力是需要一個目標的，如果人沒有目標，人就沒有辦法努力。誰都一樣。我想如果是我今天如果跟我家人、跟我的父母、我的朋友關係都不好，那我會覺得我真的找不到一個我需要去努力讀書工作的原因，
所以我们发现就是那个关系如果都已经断裂了，那其实人就很难从那个地方站起来。那你觉得，如果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如果他不小心在一般你台尬改污名化里面，他认为他可能是一种负担呢，怎么办？就是如果说他会成为这个社会角落、社会资源的一种负担，是，对，如果说他虽然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负担，但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可以重新如果一个人流浪街头，那他有机会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重新找回希望，那他会不会就变成社会的一种另外一个力量？没错，而且他甚至是他经历过这个流浪状态，他经历过那种挫败跟失败，他可不可以成为很多人的一个经验，一种老师？就是像我们办一些活动，就是会让大家去用街友老师的概念，让大家去告诉你这个流浪的过程。像静茹就会有很多的经验，这样是不是静茹？因为像是之前办像是类似比如说流浪体验营等类似的活动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对这个议题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其实除了听，比如说听我们在这边在关注这个本来就在关注这个议题的人讨论关于街友这个议题以外，他们其实很多人也会很想听听看到底街友本人是怎么样去说他们发生的故事的。对，而且有时候他们自己去阐述生命故事的时候，那个力道其实比我们毕竟还是第三者来转述这个东西还要更强大，应该说感染力更强大。对。你自己有没有去街友体验营？你除了是办这个活动，就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因为你这么年轻，对不对？我觉得我刚开始第一次听到流浪体验营的时候是我在前一个单位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本来很想去，可是刚好碰上期中考，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对，但那时候我有另一个朋友有去，然后他有回来跟我分享经验。对，但后来进了百味之后，就是因为我们进去当实习生之后都要选择专案，然后刚好我就直接负责这个专案，所以就直接变成升级变成工作人员，就还是没有机会去参加这样。那你自己感受有没有很深？就是你觉得你从一开始可能接触你的实习单位，或者是接触这样的一个议题，到你自己真的成为工作人员升级，有没有信息狗有变工作人员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流浪体验营？你自己觉得这中间对你来说，就是你觉得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我在态度上，或是在观念的理解上面，你自己的收获是什么？对，我自己会觉得是，比如说像是就会发现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当体验营的导师的时候，就是他们在跟他们的学员、他们的小组员讲话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想要就是抬头挺胸，然后会想要就是会有一种真的是老师的那种风范的感觉。可是他们在卸下这个身份之后跟你讲话的时候，又会是真的很像是，我觉得很像是年纪相仿的同学，然后再这样互相打闹聊天。就我觉得其实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蛮可爱的一面，但当然也有不可爱的时候啦，就是也有。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可爱的一面，然后是在这种就是在你跟他可能多聊几次比较熟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另一个样子，这样子。好像是不同于他们在街头上历经风霜的样子。我想其实节目开始到了哈，然后大家分享动向谈一类好严肃的议题，比较严肃的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存在利亚沙弗里地图的一种状态。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逃避，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视而不见。可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对，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一群弱势？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听起来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从阿德这边谈到，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其实他们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时候就像你讲，它跟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它跟我们人其实是有一个最直接的关系，所以其实对于人生百味，安永改你讲一件共识然后一个吞水然后一个筑基然后，其实想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对不对？让大家更认识他们。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是，我觉得我们在做就是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希望让大家怎么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嘛。我们过去的行为是什么？我们过去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两种，一种就是我假装看不到，就我就怕嘛，不知道跟他们互动。第二种就是我讨厌、排斥，我希望他不要出现在我的眼睛看得到的地方，或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对。那可是当
可是我们如果改变的行为会是很不一样。当一个人流浪街头的时候，你希望大家看待你的眼神是来来去去，大家都假装看不到你。当你受伤，当你难过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人蹲下来跟你说话。就是当我社会这样子对待我的时候，我会不会改变我的行为？我觉得也会。就是当一个人落入街头的时候，他到底是会继续往下掉落，还是他有机会被社会接起来？然后他变成了不一样的角色。当他继续往下掉落，他会怎么样？他就是喝酒嘛，没有钱喝酒就可能偷啊，去犯罪啊。然后有些人比较正义感，就是我就不偷不抢，然后就是等死。就是还是他有可能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去告诉那些这个社会有哪些问题，以及当我落入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出来，我怎么面对我的困境，怎么面对我的失败。我觉得他们都是我觉得一个行为的改变，它就可以让人走向不一样的2条路。所以这是我们在办这些活动，是希望透过你认识了这个人，认识他的生命，你知道一般的人怎么走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有机会看到说，他原本也是跟你一样的人，那以及我可以改变，我选择就不会是看不见跟排斥他，而是我可以选择的是，我可以直视他，并且去想办法去帮助他。是冇錯吼，所以記得是盼佢當到嘅法圖，希望介紹安樣嘅法圖嚟做啲本大家係很好認識嘅，安樣嘅語權嘅，你做啲容易去提升記得話做啲行出冇強嘅路，一點到為到呢個社會可能用難嘅一隻風景哦，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繼續嚟講。今天到翻译做的绕墙道人生8位嘅創辦人阿德，還有後生嘅江姐妹，其實來到節目地圖，讓大家都分享哦。說實在的哈，其實這是一個蠻嚴肅的議題。對，是。很嚴肅。所以因為一般我們大家一般人的觀點就會覺得，為什麼對他們其實就是一些負擔或者是一些問題，對。可是今天走在 TP 繞牆的2位來到節目地圖，那頭家來講的就是，其實我們要翻轉我們的觀念，對，它不是只是我們想象中的負擔或者是什麼樣的問題，其實是我們跟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它跟社會之間的關聯是什麼？我們總是要改善這樣的狀況啊，對，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改善？就我們的能量來說，我覺得可能一開始就是還是要先了解，就是他的身上就街友是一種狀態嘛，它不是一種族群，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會流浪街頭，大多數人不會啦，就是那所以它其實上就是有很多種狀態，我覺得我們要去看到那個狀態本身是什麼。其實這個狀態不是只有街友，很多人都有，就是像是喝酒啊、吸毒啊，就是或者是不想要工作。不是每個人都有，其實大多數人就是可能1-2成人都有，但是很多人對他們印象就來自於這1-2成的人。是，但是我們回到這些讓社會大家最不能接受的這些喝酒、吸毒，那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會去做這件事情的人，就是我講個故事好了，就是我之前就是遇到一個街友大哥，他跟我借錢，他說他去趕工作，他借他的便當費跟他的交通費，那好我就借他500塊。然後他就去工作了。那可是我那天之後我就打電話去那個工作的地方，因為我前兩個電話給我打電話發現沒去工作，就是我隔天打過去，他沒去工作。結果他回來的，就是過2天的時候，他過來找我借錢。我就問他說：“啊，你沒有去工作，你把錢拿去幹嘛？”他就跟我講說：“哦，我的錢掉了。”然後我想說：“怎麼可能？每次錢都掉了，對吧？”然後我就說：“那你，要不然我就換個做法。以前我就想說，我就會想罵他，就說你不要騙我之類的。可我就想換個說法，就想說，你跟我講你發生什麼事情，就你把錢拿去幹嘛了？我再借你錢，就是我再借你500塊。然後他半信半疑看着我，我說真的，我就拿出來說，我先給你，對，你跟我講你發生什麼事情。然後他就跟我說，好，就是說他都拿去買酒了。我就說啊，為什麼要？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要喝酒？就是有錢為什麼不去工作，你要去喝酒？然後他就跟我講說，就是那天我借他錢那天剛好是8月8號，是父親節。然後他說那天回去的時候，他就看到了他就是附近就是他們很多家人，就是父母跟他女人的慶祝。他就想到他的家人，他想到他就是他打電話回家，結果他家人不接他電話，
他就觉得非常难过，他就觉得不想要工作了，他就拿这些球，他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拿这些钱就去买酒，就喝，那就醉了2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件事情，就是我还能了解说，如果是这样子，你喝酒，那我也可以接受了。就是我觉得可以接受，为什么？有时候现在年轻人失恋了，都要喝个3天3夜，还要去唱 KTV，那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灵状态？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听起来是这样嘛，对不对？对，就是。然后说，我那时候看说，原来喝酒你会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只有他这样子吗？我发现很多人这样子，每个人的喝酒背后、吸毒背后都有原因，特别是吸毒，就是我可以感觉到，就是我可以看到，我开始查一些书啊，看一些电影，然后就发现说，其实你看每个吸毒的人背后，他真实的状态，他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人。他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非常孤独的状态，他就会去吸毒。可当他回到了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朋友关系，他就会很容易的就离开那个状态。你看很多人回去吸毒，就是因为太孤单了，太多挫折了，他才会去追寻那个麻醉。对，而且其实仔细了解大家应该故事够，还有大家会发现，其实是像阿德讲在很多的街友里面，他其实有可能是原本的人生胜利组，我们刻板印象中的，我们所谓的我们定义的人生胜利组。对，那你很难想象，很多大老板在里面呢，有时候超出你想象。中小企业的老板，他可能因为在他人生中年经历了事业的低潮，或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故事，对，那他后来变成那个样子。对，所以其实今天论述这议题，也不是真的要去讲说那要怎么办，或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对，我们理解了，我们更多的同理了。也许我们可以改变社会的一些状态，像比如说 比如讲像石头汤计划，这个就听起来很可爱的一个活动，对不对？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石头汤计划其实我们有分我们其实有分2种，一种是有机食堂，一种是石头汤计划。有机食堂的话，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方便上班族参加，因为其实大家平日不是都有一个1整天的时间，对，所以我们是大概可能晚上7点，大家通常都下班后，我们会7点在北车集合，然后餐是我们已经先准备好的，对，然后我们就会带去北车，跟大家在那个黑白格的那个砖上面先互相自我介绍，然后互相一样是分享，就是互相分享，然后讨论一下彼此对于街友的一些想法，对，然后大概讨论完之后会帮你收拢一下大家的意见，接着再分组带大家到北车周围去发送食物，对，然后在发送食物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也看当天的情况，但是通常我们都会就是停下来跟大哥大姐聊天，就如果他们愿意，然后刚好那天想要聊天的话，我们就会停下来跟他们聊天。然后我自己蛮印象深刻是之前有一次，然后去北车，那时候也是参加石头汤，然后我带其中一个小队，然后走过去发现一个大哥，他就一个人在玩扑克牌，他就一个人发了4份，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玩，然后我就问他说：“大哥，你一个人怎么玩？”然后他说：“我觉得一个人玩更好玩，因为我就自己想办法对付我自己。”对，但我们后来就是我们3个人就坐下，然后跟大哥就凑成这样4个人开始比赛。对，就觉得其实，在街头上就在参加石头汤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在街头上会发生蛮多好玩的事情。但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跟大哥大姐接触和聊天的过程中，知道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真的很多人会因为这个活动而改变他们对街友的想法，或者至少是说踏出了接触的第一步吧。我觉得是，对。那我们就会，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有时候就问我朋友嘛，就是说，你们对街有什么想法这样子，然后或者有时候出去有些分享，跟一些学生聊这件事情，然后就大家都有很多印象，就对他们是没有工作啊，然后自愿觉得外面很自由啊，不努力啊，对，那可是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跟街友讲过话吗？然后都没有人跟街友讲过话，那我想说，我想说，可是为什么大家明明就没有跟他们讲过话，可都有这些印象，到底从哪里来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办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要跟他谈什么他的生命故事，或者谈说他遇到什么困境，其实就只是你就去跟他聊聊天，就认识一下流浪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一般人，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大哥，我们那时候带了一群小朋友去街上，然后跟一个大哥聊天。然后大哥就非常的亲切，他就跟大家说，
你们都坐下来，我帮你拍那个纸，他拿他自己纸箱出来，然后铺给大家坐，跟小朋友不要坐地上脏脏的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跟人分享说这拍肉我们堂给啊。然后，可是这个大哥他前一个礼拜我去找他的时候，他那天就是他喝醉了，然后那天就看到我，然后就一直在骂我。他就一直在就是他也不是在骂我，他就在发泄自己的情绪，然后就一直在然后就追着我在台北上一直骂这样子，我就非常惊恐这样子。所以一个人有很多面向，只是让大家去看到他们过去没看过的面向而已。对，所以其实知道这些面向以后，其实当然我们就看可以大家尽怎么样一个力量。其实有时候给对方一点希望，或是让他在存在的人际关系里面有一些连结，那有一天他其实也是有改变的机会。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不只是现在大家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石头汤计划，就是这是一个，会不会有时候你们提供这些食物，其实他们都吃饱啦？会不会？其实蛮多的，大概5-6成吧，就是说。所以我们其实不会煮这么多，就是可能台北上可能有100多个人，可能煮50-60份。是，因为其实很多教会、很多非营组织有在做公餐。是，所以其实不只是石头汤计划，其实你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好，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走在街上，会不会发现有很多街卖，对不对？西门町很多。超级多，然后很多社会新闻的报道里面也会提到，有些是骗人的，或是有些是有组织的，对。但是你们对这件事情，其实你们有不同的诠释，也有不同的活动去协助，对不对？其实我们在街卖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人生甘仔计划的名称就是人生甘仔店的计划。然后这部分的话，其实因为一开始大家一直在思考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跟街卖者买东西，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街卖者大部分现在贩售的还是以日常用品为主，可能卫生纸、湿纸巾啊，或是牙线之类的，就其实对原子笔是一些大家其实平常就已经有很多的东西，对，然后所以当你在看到那个篮子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想买的话，其实你就会想一下说，那我到底需要哪一个？你可能扫视了一圈会发现这些我都有了。如果我要买的话，那就是买一个，好吧？那我勉强买一下这个好了。可能很多会是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或是造成浪费，也不免让很多人会讲说，其实街卖是在利用同情销售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那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让大众看到的时候会想要注意篮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对。所以我们就开启了跟很多不同的插画家或是设计师合作，来开发很多不一样的产品，这样子。就是你们两个很可爱，有没有？先问一个问题，阿德说你先说，静茹，请你拱一声换你，是不是？所以阿德你要接龙一下。是，就是其实很多人不喜欢街卖啊，就是大家觉得说就不好看嘛，破坏市容啊，好像都市有街卖者是一种就比较落后啊、退步的一种象征，比较乱，对，比较乱。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去认识这些街卖者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街卖者他真的好像是一种社会的一种安全网，就是说，什么样人会来做街卖，都是身障者啊、精神障碍者啊，就是没有办法工作的人，或者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全职工作人，他来做这件事情。可是他透过这个工作，可能1个月1万块到2万块之间的收入，他就可以让他自己的生活维持在一个稳态。就是我觉得在街友跟街卖者看到了一个两群很大的反差，一群人是他不想工作了。可一群人是他没有办法工作，他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去工作。对。可是我们社会竟然就会去禁止这样工作，有警察检举啊、排除啊。对。可一群人这样，他们还努力想要有求生意志，对。所以我们不是去鼓励他们，而是去排除他们。所以我觉得，从良黑我们要怎么样做得更好，让你所谓的。他们想要去努力求生存的这样的街卖，它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杜两片呢，你有准备咋细细个短片，你先让请你所有个乡亲们看下来看一下，记得讲两种街卖个短片。一样东西才赚20-30块，我们一天整天在外面卖多久才能赚到这些可以生活的钱？有的就是看到你，他就会闪了嘛。对啊，他也不听你讲啊。当然那得惊，那时候刚做也是会哭哦。我曾经被人家骂你神经病，你白痴啊，你不会看。我们已经在吵架，你还问。
都有，什么都有，对。所以我听到其实我眼泪滴着滴，我想说哦，为什么这么幸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弱势以及脆弱的一面，但是当我们可以彼此互相走近交流，用同一个高度跟视角看问题的时候，就有机会能够共同解决。人生百味会搜寻台湾本土友善生产的生产者们，由人生百味去挖掘这些产品背后的故事，以及与我们人生百味合作的陶给们他们的人生经验，让这些故事呢能够不仅在我们产品包装上面，以及在我们网络 Facebook 上面，都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接触到，原来台湾还有这些美好的人事物。我们想让人们更有意愿走出荧幕，走到街头上。在人生干妈店网站，你可以很快的找到你有兴趣的陶给，然后很快知道他们有卖哪些东西。那消费者们呢，也可以去实际的购买，支持这些陶给们生活上面的自立。具体来说，产品可以取得终端售价的40%到50%，那我们的陶给们可以拿到30%到40%，其余就作为人生百味营运之用。哇，时间有点冻结吼，今日大家讨论的其实好严肃的议题，我们讨论的是街友这件事情，对不对？哈，这个问题绝非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3言2语就可以道尽，对不对？我们就是尽量的去传递一些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跟观点，或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讲，这个都分享都该发通哈。那我们现在来讨论的是人生干嘛点，人生杠在。插包点，人生插包点两件事情。其实你们会想要跟一些像漫画家合作。我先讲一下我手中这个产品好了。其实这好可爱哦，而且很香。你们可以讲一下这是什么吗？哦，这是那个香包。对。那这是这是一个蛮知名的插画家，叫那个白白啾啾，是对，然后他在发展，就他们画的一个角色，就是一鸡这样奥乐鸡，对。然后就是说，就是我们原本是想要做香氛片，因为本来卖花这件事情就会卖玉兰花嘛，对，那就是你知道那个香味嘛，是，所以但是花就是很容易坏，对，然后冬天其实又花的量又很少，很多人没东西可以卖，所以说那时候难怪我闻起来这是玉兰花的味道，对，我就想说，有没有那在用泡有蓝发感味头，原来其实就是取代。玉兰花就是多一个东西可以让它就是说有花，因为还是有人会买鲜花嘛，那多一个东西它还是有东西可以卖，而且它不会坏，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那做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更好看一点？对。然后一开始画一个玉兰花就觉得不是很好看，那所以说就是想说请插画家来跟我们合作，所以就邀请他们一起来跟我们画这个东西。对，做埋白用讲呢，因为上次系讲大家乡亲朋友都该盖如都都就接卖赶紧大家们知道说，第一，我为什么要跟你买？对不对？第一，第二，你卖的那个产品又没有特别吸引人，对不对？第三，它有可能比较贵。第四，那个钱是不是直接回馈到该张因讯号，还是其实并没有真的回馈到那人身上？所以德哥，你可以帮我解答吗？其实，在街卖这边是有2种啦，一种就是那种自己在卖的，也有那种所谓团体在卖的。那团体在卖的，就是他们通常就是我认识几个街卖的团体，所谓那种集团，然后他们里面就是一半，就100块的东西，他们可以赚一半，然后但是老板这边大概可以赚15%，然后其实老板还要做很多批货啊，然后他要去弄给大家住啊、交通啊这些事情，所以那个人在卖，他利润就会高一点，所以他就是去批货嘛，然后跟你卖家的差距就是他赚的钱。所以说，我觉得，严格来说，其实都会回馈到他愿意出来卖，那代表一定他有在这边卖的一个动机，因为大家也不是笨蛋，对，一定会，所以会回到他身上。然后不管是团体跟个人，其实团体里面虽然台北有大概5、6个这样的团体，但他们其实大家都互相认识嘛，其实大家都知道哪个团比较好，所以就是如果你这个条件很差，也不会有人来。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大家不用担心，不太需要担心这件事情。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也不一定要买。是，比如说你不买，也不代表你一定只能假装看不见他，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拒绝他。其实我认识一些团体或个人的贱卖者，他们都会说，其实有时候有人如果拒绝他，他都有觉得，我就问他说，你跟一个人假装没看见你，跟一个人拒绝你，你觉得哪个比较好？我当时拒绝好啊，拒绝好很多，他至少有给我点尊重啊。对，就是你不要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不用了，斯莫尼，谢谢，对不对？对，看不见。对不对？好，所以是不一样的感觉。不过，就像阿德讲的，其实可以聊哈喽，动豆改您合作漫画家也好，或者是把东西做得好可爱。你看现场这个还有没有苹果好心肝？有没有？这个苹果干，这你自己有吃过吗？有，好吃吗？就是他们都是那个就是水果，就是然后但是都不加糖。对，好天然的，对，所以一定很好吃，对不对？对，我觉得蛮好吃的。对，蛮好吃的，因为一定要说很好吃啊，你不好吃还卖给人家，不好吃就不能拿出来了。对，不好吃就不能拿出来。对，而且刚才在画面上我们有看到像是红包袋啊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实用的东西，而且感觉上因为这经过设计之后也变得很年轻化了，对不对？哈，不过还好从绕给然后来收 tell you 那读一本书，这是你们新出版的书，街头生存指南。对，我们台大以数点卖数改世界大白卖的就是什么旅游指南，有没有自助旅游指南？这个是街头生存指南。对，要不要分享一下？比如说，我觉得可以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封面，就是它其实上面仔细看的话，它是纸箱的那个。对，没错。那是会选择这个元素，就是因为其实，在街头上，你仔细看，因为睡在街头上，其实对大哥大姐来说，纸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且怎么样才能够找到干净又大的纸箱？他们真的超级多门路的，对。然后其实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很多，就像副标题是“城市狭缝求生作乐的第一堂课”，就是里面除了介绍很多大哥大姐们在街头上生存的一些小 paper 以外，就也会讲到说，其实还有他们的一些消遣娱乐。就我们其实可能讲到街头的时候，并不太会想到。就想到好像通常都比较偏负面，不然就是比较辛苦的那个方向去走。但其实他们在街头上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娱乐，然后所以里面会有他们的生命故事的介绍，然后也有一些我们平常比较看不到的娱乐的部分。是好，所以这本书也是最新出版，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对不对？对，就是其实大家看到那个，就是说以前大家谈这个街头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谈到就是说好像很可怜啊，然后很黑暗啊这样子。那就是这本书其实倒也不是想说他们就不可怜不需要被帮忙，而是就是想说其实人就是有很多样子嘛。但我觉得也像是吸引一些过去可能对这个议题已经有点厌倦或者是厌倦很久的那个人，然后他可以有一些好奇或现在想看的东西，然后看到他一个人他们出去玩就去我们讲他去北投泡那个免费的温泉啊，然后做那个就他是有那个敬老票嘛，然后坐车到北投然后去泡温泉那样子，然后在晚上都回来街头上睡觉，或者是早上去图书馆这样待一整天，对，那可以吹冷气，对，然后他就看书，他就真的看书，对，这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想不到一个街友会去做的事情，是，对，那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更把这件事情平常化，而不是一群离我很远的人，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可能就是你去图书馆，他就在你旁边上网，可你不知道他是，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这样子。对，所以哇，时间时间狗可以动家哈，最尾改2分钟，我们是不是今年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对，我们就是在今年10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展览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希望让大家去叫做贫穷人的台北，然后这次的主题是看见都市里面隐形的贫困者，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都市里面都市贫困有很多的隐形的人是我们看不到的，像街友啊、街卖者啊，还有很多基层工作的人，举牌啊、派报啊、清洁啊。那我们希望让大家去认识他们，因为其实他们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样子，以及他的智慧，就是像一个建筑工人，然后或者是像一个清洁员，他怎么看待他的公园？他其实很多清洁员，他其实对他公园其实觉得说怎么规划比较好，就是叶子啊、树不要种那种很多是掉叶子的。要不然公园就总是很脏很乱。我真的超级有感触的，每次公园都弄得好丑。对不起，拍谁。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有他们的这个基层生活有他们的智慧在。其实我们想让大家去看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办一个展览，让大家看见他们的智慧，然后已经看见他们隐形的困境。是。然后第二个，我们就会办一个夜间的活动，我们会让大家去街上去找我们
过去没有找过的街友，就是我们要去超商、便利商店，然后去三温暖网咖，就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夜间的行动。然后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展览，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志工活动。确定的日期还没有定出来，对不对？我们预计就在10月10号到10月18号这段期间，那可能前后有点调整，但大概就这段期间。所以其实记得安永界发通系讲，看今日节目界乡亲朋友，你对安永界议题系讲有兴趣，也想会很好多个了解。其实读今年界10月10号到17号，白日是两段时间，长度是为有安永界发通。当然很好详细界字型啦、内容啦，其实做在送苗去查询，上网查询都找得到。对，好，所以今日非常界欢喜，做在绕墙到两改动后上改这个创办人，然后现在是伙伴，对不对？哈，来到节目地读让大家的分享，希望介绍今日安永议题界讨论，大家做在对，你社会底层安永界有很好多个了解，让认识，所以非常感谢阿德，那非常感谢晨曦来到节目地读，是么你，谢谢，谢谢主持人。好，听听下来做嘛，介嚟做认同了。